大家有冇試過種好靈異嘅感覺？明明你餐餐都計到盡一盡，食粒糖都驚，甚至餐餐跟大隊食菜食沙律，但係唔知點解個肚腩就好似有自己嘅靈魂咁，越嚟越穩固。只要吞多2啖空氣，體重計個數字呢就會跳一跳。你去問身邊啲專家或者健身教練，佢哋10個有9個都會用一副看透世事嘅眼神同你講：唉，冇辦法啦。30歲之後，新陳代謝減慢，呢個係大自然規律，認命啦。今日我喺度要非常大聲、極度理直氣壯咁同你講，呢句説話根本就係健康界最大嘅一頂綠帽，呃咗你幾十年。呢個新陳代謝變慢嘅謊言，唔單止等無數中年人喺減肥條路上面行冤枉路，最慘嘅係你越減越肥。最後將自己搞成咗一個連飲凍水都儲脂肪嘅悲慘體質。其實你根本唔係老咗，你只係被錯誤嘅資訊誤導咗。今日我要同大家深度拆解一本喺減肥界引起大地震嘅神書，英文原名叫《The Whole Body Reset》，中文譯作全身重置。呢本書嘅作者 Stephen Perrine 來頭好猛，佢係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UP 雜誌嘅執行主編，聯同埋頂級營養學家同全美最頂尖嘅醫療團隊，結合咗一項顛覆全球嘅科學研究成果，正式向中年發福宣戰。佢哋發現，你人到中年會大肚腩、手臂變肉，罪魁禍首根本同新陳代謝無關。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個人生有返曙光？想知點樣一件重啟你副20年前嘅巔峰肉體？即刻冚下面個訂閱同 share 俾你身邊嘅日嗌減肥，但個肚腩依然不離不棄嘅損友，記得開埋小鈴鐺。撳咗未？好，即刻進入高能乾貨。好，我哋首先嚟打爆呢個健康界嘅千年僵屍謠言：新陳代謝會隨年紀增長而熄火。你以前係咪深信不疑？權威科學期刊 Science 科學發表過一項震撼全球嘅研究，科學家團隊分析咗嚟自29個國家，超過400名受試者嘅數據，年齡跨度極致到由啱啱出世嘅 BB 去到95歲嘅100歲老人，結果出乎所有人意料。科學家發現，由20歲去到60歲，整整40年入邊，人類嘅新陳代謝率基本上係一條直線。穩如泰山，冇錯，你冇聽錯，我亦冇講錯。你45歲時細胞嘅燃燒能量，同你25歲拍拖嗰陣，其實係一模一樣嘅。你身體入邊嗰副引擎根本冇偷懶，佢依然喺度全力運作。咁你一定會反駁我，喂，主持人，如果代謝冇變，點解我以前食2碗塊面仲係尖嘅，而家食一粒燒賣個肚腩都會突出嚟？難道係脂肪有超能力？呢個就係本書揭露嘅底層邏輯，導致你中年發福嘅真正兇手。有2個你可能聽都未聽過嘅名詞：肌肉流失 （sarcopenia） 同埋合成代謝抵抗 （anabolic resistance）。肌肉流失，你體內嘅高能引擎被縮水。首先講下肌肉流失，由30歲開始，如果你唔刻意去鍛鍊、去保護你嘅肌肉量，每10年就會自動蒸發3%到8%，去到60歲之後呢個流失速度直頭好似坐過山車咁一落千丈。肌肉喺身體入邊擔當咩角色啦？佢唔係純粹用嚟俾你喺沙灘曬身材嘅，肌肉係你身體入邊最大嘅燒脂引擎。喺靜止狀態下，1公斤肌肉消耗嘅熱量遠遠高過1公斤脂肪。後生嗰陣，你成身都係全新嘅 V8 跑車引擎，求其食茶餐廳、夜宵珍奶，副引擎都可以幫你燒到乾乾淨淨。中年之後，因為返工長期坐喺度唔想喐，加埋錯誤嘅節食，你副引擎咧由 V8 變成咗1.0的士佬引擎。雖然你嘅新陳代謝率、單位體積嘅燃燒效率冇變，但因為你副引擎總量變細咗，你每日總消耗嘅油量、熱量就插水式下跌。多出嚟嘅油點算？身體唯有將佢哋全部塞晒落你個肚腩同大腿度。合成代謝抵抗，你嘅肌肉變咗藏龍阿伯。但呢個都未算最絕，更恐怖嘅係第2個概念：合成代謝抵抗。簡單嚟講，後生嗰陣，你嘅身體對蛋白質敏感到不得了，你求其食2塊叉燒，飲杯牛奶，
身體接收到信號，即刻收到，然後開工將營養轉化成肌肉，咁去修復身體啊。但老咗之後，你嘅肌肉細胞對蛋白質信號變得非常鈍態。呢個情況就好似一個聽力退化嘅阿伯。後生嗰陣，你細細聲講食少少蛋白質，佢都聽到。而家你必須用大喇叭喺佢耳邊大聲嗌，一次過俾足夠份量嘅刺激，你身體嘅開關先會被啟動，先會開始製造肌肉線。呢個就係點解無數中年人減肥減到抑鬱嘅根本原因。你諗下，大家平時點減肥？我要減肥啦，今日開始食少啲，朝早吞2片全麥包，晏晝食個菜沙律，夜晚直頭唔敢食肉。你以為自己好有紀律、好偉大，實際上你喺度進行緊自殺式減肥，因為你攝入嘅蛋白質分量太低啊，就好似蚊滋咁聲。你嘅身體根本聽唔到要保留肌肉嘅指令。喺飢餓狀態下，聰明嘅身體會覺得，既然你唔俾糧草我又聽唔到指令，咁我優先拆咗最耗油嘅肌肉啦。結果呢，你體重雖然輕咗，但係你減走嘅全部都係可以幫你消脂嘅黃金肌肉，而脂肪依然穩如泰山。你成功將自己減成咗一個體脂超標嘅瘦人。一旦你頂唔順，食返正常餐，因為你連副引擎都拆埋，你只會以光速反彈，而且反彈得比以前更肥。咁到底點搞？本書提出嘅解決方案簡單到你唔信，但效果非常驚人。呢個方案唔需要你瘋狂斷食，唔需要你徹底戒碳水，更加唔需要你活得似個苦行僧。佢只需要你做好一件事，重新分配蛋白質嘅攝取時間，即係蛋白質配對啊。Protein pacing。大家麻煩用筆記低呢個黃金數字25到30克。根據科學研究，中年人要打破合成代謝抵抗，令到肌肉阿伯再次聽到新肌肉嘅信號。每一餐，注意係每一餐，唔係一日總共，必須一次過攝入25到30克嘅優質蛋白質。低過呢個門檻，例如你早餐淨係食一隻蛋加杯豆漿，大約得10幾克蛋白質，對你身體嚟講就等於耳邊吹風。開關根本開唔到，你身體成個朝早依然處於流失肌肉嘅狀態。我哋嚟睇下普遍香港人嘅飲食習慣，簡直係完美嘅反面教材。早餐麵包配咖啡或者腸粉黐飯，蛋白質含量接近0。午餐頹飯一碟或者一碗雲吞麵，碳水化合物爆炸，但肉得幾薄片，蛋白質含量可能得15克。晚餐辛苦咗一日，要犒賞自己，大魚大肉去鋸扒，蛋白質含量一次過衝到60甚至80克。發現問題未？你朝早同晏晝都處於肌肉流失模式，去到夜晚你雖然大聲嗌食咗60克，但人類身體一次過利用蛋白質去合成肌肉嘅上限，大約就係30克左右。多出嚟嗰30幾克蛋白質，身體唔會幫你儲存到聽日用，而係直接轉化成脂肪啊！你以為你一日食足肉，其實你大半日都喺度流失肌肉，而夜晚呢就喺度搏命儲脂肪啊！呢種就係典型嘅營養分配不均。The Whole Body Reset 嘅核心策略就係將晚餐多出嚟嘅蛋白質分一部分去早餐同午餐。只要你3餐均衡咁達到30克蛋白質，你唔需要變成健身狂人，你副 V8 引擎都會自動重新啟動。就算你坐喺度煲劇，你燒嘅脂肪都比隔離個盲目節食嘅人多。除咗蛋白質，中年減肥仲要面對另一個大魔王——內臟脂肪。即係嗰啲包住你肝臟、腸道周圍嘅肥肉，呢啲脂肪唔單止令你着褲要縮肚，佢仲會釋放發炎因子，引致胰島素抵抗，直頭係糖尿病同心臟病嘅超級推手。要消滅內臟脂肪，書入邊指出最強大嘅武器唔係飲瀉藥，而係纖維 fiber。不過呢度指嘅纖維唔係叫你餐餐好似兔仔咁乾啃生菜。書中推崇嘅係彩虹飲食法 （Rainbow Diet），喺確保每餐有30克蛋白質嘅基礎上，你要搭配5顏6色嘅蔬菜同生果，特別係富含多酚 polyphenols 嘅深色食物，譬如藍莓啦、黑莓、西蘭花、紫椰菜。你知唔知
肥胖人士同瘦子嘅腸道菌群係完全兩個不同嘅世界。當你補充足夠嘅彩色纖維，你其實係體內餵養緊你嘅瘦子菌。呢啲益生菌食飽之後，會幫你分泌短鏈脂肪酸，幫你調節血糖啊、消炎啊，並且直接攻擊你嘅內臟脂肪。所以全身重置嘅核心公式極度簡單，每餐25至30克優質蛋白質加大量多彩植物纖維，等於自然之體質。聽落去呢，係咪比嗰啲要你戒絕所有碳水，食到個人生毫無樂趣嘅生酮飲食，或者極端斷食法具人性化得多？喺呢度，我想用書中嘅觀點，非常刻薄但係誠實咁吐槽一下目前最流行嘅減肥法。例如168斷食法同生酮飲食，作者喺書入邊直接警告呢啲方法可能好適合20幾歲本前後嘅後生仔，但係對於中老年人，往往係一個巨大嘅陷阱。生酮飲食限制咗絕大部分嘅碳水，導致你根本冇辦法食足夠嘅水果同多色蔬菜，你體內嘅瘦子菌直接集體餓死。長遠嚟睇，對腸道健康同內臟脂肪極度不利。168斷食法要你喺8小時內食晒一日嘅嘢，好多人一實行，早餐就唔食。問題嚟啦，你得返2餐，就算你餐餐食到好飽，你一日最多只能成功啟動肌肉合成開關2次，更何況好多人喺限定時間內根本湊唔夠每餐30克嘅優質蛋白質。結果導致你喺斷食期間肌肉流失得仲快。更顛覆嘅係，呢本書甚至鼓勵你食碳水化合物。冇錯，你冇聽錯，但係前提係你要食好嘅碳水，即係燕麥、糙米、全穀物。因為碳水化合物係蛋白質進入肌肉細胞嘅運輸車。如果你一粒米都唔食，蛋白質嘅利用率呢反而會大打折扣咯。呢個就係科學，唔係叫你盲目跟風，而係配合人體生物學去玩呢個減肥遊戲。講咗咁多理論，我哋嚟睇下一個全身重置嘅完美一日應該點過。其實好爽，早上8點早餐，唔好再單純飲黑咖啡或者食白麵包。你可以整一碗高纖燕麥粥，入邊撈入一薯高質量蛋白粉，即刻搞掂20克蛋白質，再加埋一小把藍莓，或者食2隻全蛋配2塊煙三文魚。呢一餐落肚，你個肌肉引擎即刻點火，全日充滿精力。晏晝絕對唔會想偷食零食。中午12點午餐，拒絕白飯多過肉嘅碟頭飯，點一個煎雞扒飯、走皮，或者去買盒高蛋白質嘅沙律，確保肉量有大約1隻手掌心咁大，再加一盤炒青菜，血糖極度平穩。下晝3點，保證你唔會飯後昏迷想揾奶茶。晚上7點晚餐，你可以好幸福咁同屋企人食飯，煎塊牛扒、蒸條魚或者食蝦，輕鬆達到30克蛋白質，搭配一大盤多色炒菜，再加半碗糙米飯，食得飽飽，完全冇罪惡感。你嘅身體會喺你瞓覺嗰陣，默默咁用呢啲營養去修復肌肉。各位觀眾，到咗中年，好多人望住鏡入邊日漸模糊嘅下巴，越嚟越厚嘅腰圍，會有一種好深嘅無力感，覺得老咗就係咁噶啦。千祈唔好俾呢種消極嘅想法呃到肥胖同肌肉萎縮唔係衰老嘅必然結果，佢只係一種缺乏正確燃料嘅慢性指兆。正如書入邊寫到，我哋冇法阻止時間往前走，但我哋可以選擇用咩姿態老去。你係想選擇帶住一身贅肉，行2步就條腰痛、膝頭痛，暮氣沉沉咁步入老年，定係想選擇帶住緊緻嘅肌肉、平坦嘅小腹，同埋好似後生仔一樣嘅精力，去享受你人生嘅下半場？科學已經將條鎖匙交咗俾你，呢條鎖匙唔使你使幾十萬去抽脂，亦都唔需要你捱餓。由下一餐開始，望一眼你隻碟，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呢一餐有冇30克蛋白質？只要你開始問呢個問題，你嘅全身重置之旅就已經開車啦。唔好再將年齡當成放縱自己嘅藉口。而家就去打開你個雪櫃，睇下聽日個早餐可以點樣準備啦。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你打破咗迷思，記得要點讚、訂閱同分享。我哋下期咧再用最抵死嘅科學咧，
幫你活出最型嘅人生。拜拜。